再次欢迎各位媒体朋友以及现场的贵宾朋友们回到 Now News 修宪论坛的现场。宪法是国家的最高位阶法规，也是所有法规立法时所依循的原则。Now News 新日新闻有感于台湾修宪的必要与急迫，举办修宪论坛，提供专家学者以及青年代表一个公开的讨论场域，期望可以跟更多人看见、重视、理解台湾的宪政现况。以及修宪所必须要克服与解决的难题。那么，在今天第2场论坛开始之前，我们特别邀请到立法院院长游锡堃游院长上台来为我们致辞，掌声有请院长，欢迎。有了哈，黄董事长，各位贵宾，各位等一下这个要讨论的哈，包括陈委员、张委员哈，好像刚才陈廷辉委员我有看到哈，各位委员，各位年轻朋友、各位女士先生、媒体的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能够在这个修宪论坛这边来讲几句话，代表立法院，我感到非常荣幸。那对于今日新闻，他举办修宪的论坛，我要表达我的敬意啊，我非常尊敬，因为修宪这个是一个非常在台湾来讲是一个非常高度困难、难度非常高的一个事情，但是它又非常重要我们国家，我们人民需要台湾像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宪法。我们需要是政府是什么样的政府？宪法。我们想要过什么生活？是要民主的，还是专制的生活？宪法。宪法决定我们我们整个国家的这个现在未来。所以非常的重要，所以有这个一般念书都会念到，就是说宪法就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它事实上用这样国家的根本大法这样讲等于太不人民化了。它事实上另外一句叫做宪法就是人民权利的保障书，我是觉得这个比较好。它是人民权利的保障书。因为这样，宪法真的是我非常钦佩各位在场的年轻人，愿意大家共同来关心，共同来这个讨论。我也要借这个机会呼吁全国的人民、全国国家的主人，一定要重视这一次的修宪。这一次修宪是相距2005年的修宪有15年。那15年来，照理讲，我们现在来修宪，应该时间蛮长的。尤其我们的宪法委员都大家讨论了很久的，没有办法解决的。照理讲，15年已经很长了，但是我们还是那么困难。我自己在立法院，我有这样觉得，可能要修一个非常好的宪法。可能要下届再下届，因为那时候这个大家的共识会比较容易。现在立法院的委员里面，因为意见蛮多、蛮分歧的。好，那这个现在社会在讨论的有哪些比较重大的议题？我们经常听到的或者看到的，比如说我前2天。最近还有几次有人来跟我讲，说应该要制宪，要制宪。辜宽敏先生，他就有提一个公投案到中选会，他说要总统同意让总统来弄一个
就是说来主导一个修宪，就是不透过我们现在宪法里面的修宪程序，另外一个宪法案，就是说那个公投是希望大家同意，让总统来拟定一个宪法，直接公投。那这个就是制宪了，这个就是制宪。那他当然碰到困难。有来跟我交换意见哈，就是他的困难就是中选会没有接受啊，没有接受。他现在要采取这个行政救济的程序，所以到底要制宪还是修宪，这个是一个议题。好，那不管制宪或者修宪，我们到底要3权还是5权，这个也是重要的议题。再来，好，不管3权或5权。我们要的是总统制还是内阁制？这个也是一个议题，啊，这个议题。所以啊，我们的这个修宪啊，真的这个啊很重大。那很重大，到底我们要渐进式的，还是真的要整个制宪哈？那到目前来看，那个整个气候事实上还没有成熟，就是制宪的气候好像看起来没有成熟。那这一届的立法委员的修宪我是觉得这个还是他们的意见还是蛮分歧的。那为什么我讲说下届或者下届？因为透过2次的选举，到那时候大概台湾主体性的这个那一种思考，那种这个思想，应该更加深植民心。到那时候，我看不管哪一党，大家就比较容易对宪改，因为那个共识这个可以说那个国家意志形成的那个宪法修出来会比较容易。那如果现在呢？现在会妥协性比较高。现在修出来宪法，如果真正通过的话，在立法院可能必须要妥协。因为单独一个政党没有办法通过修宪案，所以除了18岁公民权大家有共识之外，那可能你要通过其他的案，可能必须要妥协。那个妥协就回到2005年，好，你要单一选区2票制，你要会国大，好，那这样可以啊，你的修宪门槛要提高后来就为了要通过这个，好，那这个就赞成。结果现在修宪门槛很高，很高，高到大家都觉得修宪真的很困难。好，那修宪门槛的高，我想大家都知道，大家都很关心。依照政治条文第12条，它就是要1/4的提议，就是修宪案的1/4立法委员的提议。然后3/4的出席委员3/4的决议，公告半年，公民户籍。那立法院本来要各政党领居共识，至少要85位委员出席那出席85位委员里面的3/4同意。好，那如果说这样通过的话，公民户籍要差不多965万人同意，965万人，大家想一想，他等于要高过小英总统得票数的140万以上。大家都知道，小英总统的得票的817万票。已经历史上最高的票数现在我们的修宪的公投案要比它高140万以上，这个容易不容易？以前不久有人公投我们就讲说好有媒体公投啦，那个就比较早，应该是6个月前的公投对。连18岁公民权竟然有46人的
这个赞成，但是有44%反对。事实上，在其他的民调也看得出来，他虽然我们年轻人大家都觉得这很重要，大家都支持，各政党大家都提案都支持，但是从民调看出来，还没有办法通过，还必须要努力。那为什么？因为年纪大的人对这个议题不太有兴趣，所以到那个时候，如果是公投的话，我是觉得是应该可以克服，就年轻人都要回去说服自己的长辈，无论如何要出来投票，这样才有可能而且要投赞成票才把它通过。所以我们的修宪门槛因为很高，所以难度也相对高。那目前修宪立法院大家关心的，刚才媒体也在问了，就是说目前的进度怎么样？目前的进度是这样，是我们已经通过成立修宪委员会。那通过以后，我们修宪委员会就是说有39个立法委员，他是怎么算？他是这个1/3，立法委员1/3加1人，所以39个。那民进党会有22个。国民党有14个，那民众党会有2个，时代力量党团会有1个，这样组织39，就成修宪委员会。那修宪委员会已经成立了，为什么到现在没有运作？原因是这个会期，因为碰到大家都知道美国猪、美国牛，然后大家也知道预算元月1号。就人家行政部门所有的机关都元月1号就要开始运作，需要这个预算。照理讲，就是照依法来讲，我们都应该在12月31号要通过预算。当然，过去没有每年都这样。那今年大家也努力，如果说再不努力的话，会往后延太多。所以这个预算我们一定要想办法通过。一般这个会期叫做预算会期，所以大家都是讨论预算大家也知道，这个有关于美国猪、美国牛这个在立法院争议蛮大的，大家有很多不同的意见，因为这样会让那个讨论的时间更加长所以修宪的部分到现在就等于还没有正式运作。我看下个会期，就是说我们预算通过以后，下个会期有关于修宪委员会的运作，应该会比较弱，会比较弱，包括研讨会啦或者公听会，应该下个会期还会比较弱。那目前修宪提案，就是说我们立法委员大家也都非常关心要修出怎么样的宪法。目前收件收到38件，38件。可以说大家都很踊跃，好像还有这个案正在研拟当中，还没有完全提出来。那已经有38件了。那38个案里面，降低这个18岁公民权的部分有15个案。那有关于这个会考监的部分有5个案，加起来就20个案，就是超过半数了超过半数。那应该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18岁公民权、会考监，还有也有很多人提到就是阁揆同意权。那阁揆同意权这个有一点，大家有一点就是说，我们现在整个制度是往总统制倾斜，有人称为半总统制。但是如果阁揆同意权拿回来的话，又会往内阁制倾斜，所以到底要怎么样？这个可能牵涉到这个说方向，到底要往总统制走，还是要回到内阁制就是说往内阁制走，这个是未来的这个在修宪里面大家所以我也希望大家这方面能够多多讨论提供给立法院一些建议。
那我看我现在我的了解了哈，我这个讲，因为我也必须要把话让大家知道，这样有助于大家讨论。我不是要企图要去影响什么，我是觉得无论如何要把18岁公民权跟修宪的门槛降低，这个2个案想办法把它通过，至少这一次，因为你18岁公民权通过大家公诉性比较高嘛。那如果说在立法院通过，它公民复决、公民投票的机会通过机会会高，但是相对也要把18岁公民权看能够并案。当18岁公民权通过的时候，修宪门槛降低案也能够通过，这样就有助于未来的修宪啊，有助未来修宪如果没有这样的话，我们还是老是在那边，这个就是说修宪门槛那么高，那我们再提什么案，未来都会变成一个困局困局。所以如果说这2个案能够通过，我们这一次的修宪就有60分，如果没有就0分。所以我们一定要先及格。那如果说外加会考监也通过了，那我们可能就变成70分。好，那如果再什么通过了，我们就变80分，80分。所以我们这样思考，就是说，至少我们要有60分。当然，我们希望到100分，但是一定要想办法努力，先有60分，以后我们那个路会比较宽广最后我非常感谢，再次感谢黄董事长跟这个今日新闻的团队这我整个在帮忙立法院非常谢谢。那再重复刚才一句话，就是人民要什么样的国家，要什么样的政府，要什么样的未来，要什么样的台湾，修宪，我们就是宪法才能给我们这个理想的政府、理想的国家、理想的未来大家互相勉励。谢谢大家，祝大家健康快乐，谢谢。谢谢尤院长。那我们请院长回座。今天非常难得邀请到了院长来到我们的现场。那接下来我们一样请各位贵宾先在座位区稍后片刻，我们将由我们的官方摄影师这边帮各位拍摄一张合照。那我们待会一样会请各位在座的贵宾，我们会拍摄2个画面。第一个画面呢，是请我们各位贵宾一样口罩戴好，先看一下我们的官方摄影师的镜头。那第2个画面呢，会请大家帮我们比个赞的手势，谢谢大家。那我们现在先请看一下我们的官方摄影师这边，我们先摆今天的第1张，请大家先看我们官方摄影师的镜头这边。好，那我们第2个，请大家帮我们比个赞的手势，谢谢今天到场的所有与会的贵宾。谢谢，再次谢谢各位贵宾，谢谢。好，那么我们院长还有后续还有其他的行程，在这边我们是不是请大家一起掌声恭送院长？谢谢院长今天的莅临。好的，再次谢谢各位贵宾的等候。接下来第2场论坛讨论的主题是修宪门槛与立委席次如何调整才是青年要的。我们接下来邀请第2场论坛的与谈贵宾上台。首先为各位邀请时代力量智库执行长李兆立执行长。台湾青年民主协会理事长张玉萌理事长，南台
代科技大学财法所所长罗承宗所长。民进党立法委员陈亭妃委员。时代力量立法委员邱显智委员。国民党立法委员李桂明委员。民众党立法委员张其禄委员。国民党青年团团长陈柏翰团长。谢谢，请台上贵宾开始我们第2场的论坛，谢谢。各位好，我是时代力量智库执行长李兆立，也是这一场次的这个主持人。欢迎大家一起来关心，正如同刚刚立法院长尤院长所提到的，修宪门槛这么高，到底该怎么办？我们也看到，其实宪改这个议题，大家始终都非常关心。做每一次的民调，都有将近60%都70%的民众认为，现在宪法应该改。正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2012年、2016年、2020年3次的总统大选里面，都有候选人把宪改作为他的重要政见。但是如果进一步问大家是不是关心宪改，却发现这个数字马上降得非常低，甚至如同现在大家所看到的，一般民间对于这个题目非常非常冷感。为什么？原因就在于门槛实在太高，大家觉得虽然理想上需要改，但是现实上好像做不到。那应该怎么办？今天就由我们7位的这个语坛人一一跟大家分析。那这个我们想顺序上是这样，虽然我们知道现在政治的现实是一个很高的门槛，还是想先从理论上了解说到底正确应该有门槛，跟各国比起来，到底台湾的标准应该要如何来进行修正。所以我待会会先请我们的罗承宗教授先来做引言。接着呢，我们先让大家了解一下说，因为我们这次的修宪主题是要让年轻世代来发声，所以我可能会请玉盟来接着让大家知道说年轻人的期待是怎么样。接着我请4位政党代表一一来进行回应，每个政党对于修宪门槛到底是如何思考，接下来修宪委员会会如何进行，最后再请柏翰来做一个整体说，作为一个年轻的代表，看看4个政党的这个发表哪一个最接近你的看法。那以上就照这个顺序，那我们每位大概就时间，因为我们还会留后面的一点这个回馈的时间，是不是大家尽量维持在这个6分到7分钟之间？好，那首先我就先把时间交给我们罗承宗教授。戴着口罩讲哦，好，我努力一下。那个人胖要吸那个氧气会比较辛苦哦。好，那个其实因为我们这一题是讲门槛嘛，那其实刚才尤院长已经把我们答案都讲清楚，说这个门槛其实是蛮夸张的。那我们再把时间往回推一下，其实这个门槛尤院长刚才也跟大家报告过，这是2005年的时候搞出来的。那请问2005年那个时空的那个立法委员他们自己有没有办法做到这个门槛？没有嘛？那反而呢，你就会发现说很有趣，是说这一些人创了一个连自己都不曾达到的门槛，叫你们后面的人去试试看。所以就变成了一个很可笑的是说呢，早上玉盟在讲说呢，这是他7岁的时候的事情。所以到现在为止15年来呢，这个东西就封在那边。那如果这个东西不改的话，我看在座有很多大学生吧，等到你当大叔大婶的时候，我们还在办一样的题目哦。修宪门槛要不要突破？如果真的我们不做 something 的话呢，这个时代的眼泪会从我们的眼泪流到你们眼泪下去啊。所以今天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门槛该不该处理？当然要，不要再让我听到说宪法比较严重，所以说我们要比较高了。这个已经高到不可理解的程度了，已经高到离谱的程度了所以一定要改。那第二层次要怎么改其实上午有个同学有提问到，我再汇整一下，改的方法只有2种，一种的话呢，那我们就来跨越一次吧。所以就跟刚才院长讲的一样，我们就通过了这个修门槛的，把它降低，降到合理的程度，然后呢，经过了900多万以后给它过去，这是一条路。可是这条路好不好走？很难。还有一条路的话呢，早上有提出直接申请释宪。那宪法修改可不可能修到违宪呢？当然可能嘛。
这个在我们宪法学理里面叫做宪改修改界限论嘛。所谓的宪法分成宪章跟宪律。宪律的部分的话呢，有可能违反宪章的话呢，不可以。这个其实是我记得是许宗力老师的硕士论文。各位去翻一下，大概20年前的东西了啦。但是到今天为止还是真理，可以去看看。所以大概就这2套。那哪一条路比较好？我觉得视线比较快了。就不要再去闯那个900万的那个了。尤其是各位有没有想过，那个900万没闯过的话，多难看呢？对啊，所以说干脆就视线就好了嘛。那大法官，各位看一下，如果在座有法律系的同学的话，会觉得说这一届的大法官蛮烦的。每个礼拜5呢都出功课给大家做，要考国考同学就很累。但是没关系，至少这件事情是应该大法官出来讲这个话的嘛。所以我大概，从法律上的角度来看的话，大概是这2块哈。那刚才主持人照例说，我们来谈一下学理哈。那我今天的功能就是时代的眼泪哈。来，我带很多东西来。刚才谈到宪法版本哈，我身上都有好多版本。所以，这个在我们大学里面叫文献回顾那个张启武老师也很清楚，我们写论文的时候一定要文献回顾嘛。那我们今天谈的问题其实，在座很多大叔们都已经20年前，我们还是你这个年纪的时候，我们就处理过了。一本一本来看，这是2005年到2007年的时候，21世纪宪改联盟的时候就出了一本这个书，而且名字超美的，叫做《台湾实宪》，实际的实，宪政的宪，它也跳脱了所谓的制宪跟修宪的框架，直接说我们要一个实际的宪政宪法，里面写得很棒，而且呢好几个版本，你要总统制有内阁制全部都铺成了，都做好一本了。那你不喜欢这一本的话呢，没关系，我身上还有好几本。这个呢，顾宽敏先生《新台湾国策智库》2012年的台湾宪法版。那还有呢，如果这边有台大同学的话，这一本是2007年的时候李鸿禧老师做的，也是台湾宪法版。那这些东西为什么我手上有呢？因为我都参与过。所以这类研讨会在我这个大叔还是你们这个年纪的时候的话，这个还是新的这个也是新的，这个是2020年的时候。那谈到现在其实真的是时代眼泪，是说怎么同样的问题，我大概碰了15年了啦。那怎么15年后我们还在原地踏步，还在谈这个问题？那如果说我们真的不去积极做些什么事情的话那真的是蛮惨的那再来我们再回来一下，就是说现在是第10届的立法院，这边有在座很多的委员我先讲一下第9届。如果用刚才那个院长的分数来打的话，第9届立法院的成绩是0分。再讲一次0分，因为呢连修宪委员会都组不出来。那第10届的话呢，这一届的话嘛，至少它绝对比第9届好，因为第9届是0分嘛。那第10届的话呢，至少可能会有修宪委员会了。那期待说呢，在这一届的委员会，在这一届立法院里面的话，大家可以多谈一下这个议题。那刚才院长有讲到说，用2个东西来评论，一个是18岁，一个是门槛。那18岁的部分的话，我在讲说，不要认为18岁是什么先进的法案，18岁是很落伍的。怎么说呢？第一个，这边委员在这边，台南做16岁。过了16岁，你就可以领全薪了。16岁之前的话，领一半，你还是童工。所以，怎么会18岁是先进的东西呢？再来，如果说你对日本地方自治有兴趣的话，日本地方公投16岁就可以公投了，顺便还给外国人。所以，你今天把它弄到18岁已经是补涨了，不是说什么先进不先进了。16岁的话都可以谈啊，为什么一定要18呢？再讲一次，当初设20的时候呢，1940年代多少文盲啊？现在呢？所以那个时空差太多了，这个话当然一定要过。可是我想强调是说宪法的重点，其实早上有先进谈，把国家治理效能好多问题，都把这些问题归结到宪法。错，宪法没那么复杂，宪法只处理到很简单的问题，就2件事情。第一个是人权，第二个是政府组织。1789年吧，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的第16条说什么呢？你要保障人权，没有保障人权呢，没有权力分立之社会，不得谓之有宪法的社会嘛。宪法很简单，就处理这2件事情而已嘛。所以第一件，把人权规定好；第二个，把政府制度设计好。那政府制度的设计不在效能，如果是效能的话，我要搞独裁就好了，不用立法，不用司法。我们就是为了要让权力分离、分相互制衡，才搞出权力分立的嘛。所以呢，宪法很简单，我们谈人权也谈组织。那人权的部分的话呢，只有参政权吗？只有16岁、18岁吗？没有，还有很大。所以我只补一个就好。早上玉萌谈到，我真的很专心听。我们谈一个年轻人一定想知道了，氏族住房的权利。
自主住房的权利这个东西在现在重不重要呢？马克思说过一句话，马克思怎么批评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让各位年轻人有进去肉店的权利，但是各位都买不起肉。我引用马克思的话，现在这个制度让各位年轻人都可以买房子，都可以有居住迁徙的权利，可是各位你买不起房子，你就算买，你也是都市佃农，这个壳你要扛一辈子，你愿意这样吗？不愿意吧？所以说呢，在宪法上，我们把世俗居住的权利把它写上去，让他知道说呢，在资本主义之下的话，这种人民必需品也不能当做炒作的工具，这国家多美好啊！哦，所以基本上的话，我真的会除了刚才我们讲18岁以外，我对人权这一块的话，希望有更多想象。我们看看这10年，大家在谈宪改，不太谈人权的，就在谈说政府组织怎么设计总统制、内阁制，那一些在法国的宪法最基本的概念里面，那个是其次。人权保障才是宪法的目的，政府组织的设计是为了要实现这个目的而为的手段吗？哦，那我们怎么会舍本逐末？尤其是我还有时间吗？最后一句话就好哈。我们再给各位一个很变态的数字，我们的宪法是由2块东西设计的，宪法本文有175条，宪法增修条文有12条，对不对？好，我们先不要管说后面说盖过那个话，175加12的话等于187，187分之175的话大概等于96%、94%吧？什么意思？我们目前有94%的条款，宪法100%，94%里面的条款是不能动的，那叫宪法本文。你们台湾人的民意不配进来，所以到目前为止本文没被动过。各位台湾人的民意呢，只能在那个6%那个地方动，叫做增修条文，不是很变态吗？对啊，很变态啊。那怎么突破这个东西的话呢？卢秀燕委员，台中市长，他就提过，将那个18岁公民权直接修改宪法130条，不要在那个增修条文那边弄来弄去的，很麻烦的。尤其是对于我们大学的宪法，不要国中宪法教学就好。你叫小学生念完国中生念完前面以后才说后面说前面不再适用，很累的。你要改就改本文就好了嘛。以上，谢谢。谢谢罗教授，我觉得刚刚这个比喻非常的好哦，就是给你一个基本的权利，但是没有办法使用；给你一个肉店，但是你没有办法买肉。那可是有一件事情要跟教授做更正，我们不是只能做6%的这个修宪，我们是0%，因为我们修宪门槛这么高。各位虽然有修宪的权利，但是我们做不到，到底该怎么办？接下来我请玉萌来发表一下年轻世代对于修宪的想法。董事长、赵丽主持人，还有老师、委员，还有在座的来宾，大家下午好。这一场的主题是修宪的门槛，还有国会的理想的席次，我就分别就这2个不同的面向，顺应老师刚提到的这个讨论，继续往下做延伸。现在我们看到，我们在座应该都知道，我们的修宪门槛高得不像话。立法院要跨党派的共识，这不用说。公民复决的门槛要900多万票，到底是900多少万票呢？这个可能现在甚至在场可能都会有一些争议。如果你是用2020年的总统大选的选举权人来看的话，是965万票左右。但是这样的公民复决到底算不算是公民投票？如果你把它算入是公民投票，允许18岁到20岁的人也来投票，而我们相信应该是这样吧，因为我们现在的公民复决虽然没有写入修宪的公投，但是我们修宪的公投也没有另外规定。所以如果我们把18到20岁的这一些年轻人也算入选举权人的话，我们会有900多万，将近1000万票的这个选票。如果到时候人口淘汰的速度没有增快的话，那这样将近1000万票的这样的选举选票来说的话，基本上我没有把一切事情变得简单。我增加了这18到20岁，虽然理想上我们希望让年轻人也可以来参与这个修宪复决，但是这个讨论并没有让一切变得简单，一切变得更复杂了。所以我们也希望说，如果在理念上我们要让这些人有权利，但是这些人现在有权利了，
只会让一切变得更复杂。这个就跟修宪用超高的门槛要来废除超高的门槛一样，是一个鬼打墙的逻辑。所以我们希望说，现在立法院当然有一些委员已经提出来的讨论，就是像是林昶佐委员也有提案说，修改这个修宪的门槛。在过去，有修宪委员会或没有修宪委员会的第8届跟第9届的立法院，也都有提出相关的讨论或者是提案，这个就不多说。但是从第8届到第9届，我延伸刚老师提到的，其实释宪的这一条路径一直没有进到各党的讨论的范畴里面。也就是说，它基本上停留在法学的老师们不断的在公听会里面，每一次提出来做到记录里面。我们去翻从第8届到第9届每一次的讨论里面，不论是台大的老师或者是政大非常多台大的非常多中研院的老师提出来，透过释宪的方法，让我们的修宪的门槛可以降低，可以回到2005年修宪之前的状态。但是如果现在的执政党没有正视这一条路径的话，我相信，在座的年轻人也没有办法发动这样的释宪。立法院的法制局在这一届就已经做了这个建议，这个建议我帮大家翻成白话文，就是说965万票才能通过的这个世界超高门槛，基本上是不可能达到的。他讲的比较委婉啦，他讲的说法是说，我们先修过这个门槛，才能谈其他的议题。翻成白话文就是，你不做这件事，其他的议题都不用谈。所以如果没有下修的话，其他议题都难以闯关。那如果我们要判断一个政党是不是负责任的政党，在修宪这个议题上面，跟老师刚提到的，我非常认同，有2条不同的路径。如果这个政党2条路径都来重视的话，这个政党在修宪议题上是一个对得起台湾人民的政党。第1条路径就是认真的来跟这个超高门槛硬碰硬。我们用修宪的规则来修改修宪的规则，怎么判断它有没有跟这个规则实际来争的呢？就是各党现在在区域的委员有没有实际的跟他的选民做沟通？现在有哪一个政党敢真的跳出来？如果你在区域有席次的话，你挂保证说，如果2022我们修宪复决，在我的选区里面，我支持18岁公民权，我保证我会积极说服我的选民，我会召开地方的公听会和说明会，我保证我的地方的选民可以投出1半以上的同意票。如果最大在地方的国民党跟民进党没有做到这样的做法的话，只在国会里面做讨论的话，我相信硬碰硬的做法基本上行不通。另外一个就是讨论释宪的可能。而这件事情也需要在国会里面跨党派的合作，否则如果用释宪去跳过民意的这样的投票的程序的话，我相信会像是非常多在释宪的议题上面，会留给非常多在政治上面讨论的疑虑。所以我也认为这件事情是2大党，还有包含有小党要进来监督，2大党有没有实际的在这件事释宪这件事情上面开始把它进入宪改的视野里面。另外一件事情呢，在除了修宪门槛之外，希望另外一个讨论就是理想的国会席次。其实，在过去到现在，从国会减半运动到现在，有非常多对于国会席次的反省。我也简单整理，不外乎我认为年轻人之间是有这样的共识的。有3点，第1点是小党的门槛降低，在过去有太多的小党，因为非常高的小党的门槛比例，所以没有办法进到国会里面发展多元的声音，所以我们的国会不分区，长期也被有资源的政党给垄断。第2件事情呢是增加地方的席次，过去因为国会的减半的运动，席次的减半，所以在地方的这些立委，他必须要做非常非常多的选民服务，否则他下一次很有可能就会落选。那这对地方的势力或者是地方的年轻人要去扎根是非常不友善的。第3件事情就是不分区的席次增加。现在在我们宪法增修条文的第4条就是这样规定的，区域的立委会有73席，原住民的立委平地会有3席，山地会有3席，不分区的立委有34席。我帮大家换算一下，区域跟不分区的比例大概是2:1，
所以意思就是说，在我国选出来的地方的民意代表会多过不分区，也就是没有任何地方包袱的民意代表多1倍。在国会里面，基本上没有办法有效的彼此制衡。所以我们希望说，不分区的比例可以增加，这也创造年轻人他可以不需要投入非常多的资金或者是时间，或者是继承他的家里的对于地方的势力，就可以来担任多元价值的民意代表。最后，我提出来的是说，虽然过去我们在做的做法是让优秀的人才可以进入国会，所以我们在立委减半运动的时候提出来的做法是，我们全台湾有73个班级，每一个班级只要你考第1名就可以进到国会。但我们现在发现一件事情，就是选举跟考试差太多了。很多时候你在地方，我不知道你到底暗 K 了多少书，但是你就是很有可能会选上。而真正在做政策研究，或者是在为了多元价值奔走的这一些年轻人，或者是公共议题的工作者，他没有办法有效的代表多元的声音。所以我们希望以上刚2点，加上小党可以提出更进步的价值，督促着大党可以前进，也做程序的监督者，让宪法可以实际走出冰河时期，也让台湾的国会可以因为多元价值还有青年的加入，可以进入第2次的民主化。谢谢。谢谢玉萌，我们也非常同意，修宪的门槛如果不降的话，会让许多的改革继续的卡关。那另外一个重点就是，这个超高的门槛有2个关卡，除了刚刚大家反复提到的公投门槛非常高之外，其实在立法院这一关也相当的高，所以各党的共识以及决心就非常的重要。接下来就让4个党委员来一一来发表一下每个党对于这次修宪门槛调降的看法，以及你对这个制度设计的具体想法是什么？我就依座位顺序，我就先请民进党的陈亭妃委员。谢谢赵丽哈，那非常感谢今天有这样的机会，跟我们很多的年轻人一起来对谈哈。那其实真的很开心，我们一直都认为修宪议题真的是让大家觉得是很乏味的一个讨论。可是今天看到我们黄董事长 Now News 来举办这样的一个对谈，有那么多的年轻人，我觉得我们更有信心哈。18岁公民权，还有废除考监，还有我们还另外提了一个正常国家化的一个修宪的一个版本，总共我本身就提了3个修宪案哈。那其实18岁公民权跟废除考监大概都顺利进到修宪委员会。那在这个正常国家的这个议题当中，当然需要凝聚更多的共识。那这个部分，因为有政党的反对，所以目前还在沟通当中哈，现在还留在程序委员会。那这个部分其实我为什么要先讲这样的一个开始哈？我的感受最深哈，因为其实这个门槛就是从开始提案开始，因为提案1/4的委员这没有问题，我相信1/4的委员是基本数。可是当你今天要进入到修宪委员会，在立法院里面，为什么一定要取得多数的同意？就是未来修宪委员会通过之后，进入到我们立法院的表决要3/4。所以其实当天我的案子被否决之后，被反对的时候，我有在我的脸书当中把这样的一个过程提出来。那就有很多我们的年轻朋友说，立法院民进党不是已经过半了吗？那怎么可能还不会过？我就开始想，这个议题表示它的一个沟通性还不足，跟社会的对谈还不足，也就是大家还不知道说，原来我们的修宪它不如一般的法律过半就可以，它是一定要3/4的立委同意。到目前为止，民进党并没有超过这所谓的3/4，所以我们顶多过半，我们还必须要邀集更多各政党的共识，才有办法进入到所谓未来的
一个讨论机制。那就算进入到讨论，在最后端的3/4没通过，它还是一样无法变成公民复决案。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我相信我们台湾的这2个高门槛，可以说是史上可能是全世界里面少数啦，少数。我特别因为这个修宪门槛，我们现在开始在收集所有相关的资讯，到底要怎么定，才能让多数民意接受，能够让我们所有的政党接受。我们现在还在邀集所有的相关学者专家的意见哈，因为我们知道说目前有双门槛的，也就是国会高门槛，还有民意高门槛的，大概就是台湾，还有保加利亚，甚至是列支敦斯登哈，是欧洲中部的一个内陆的小国，大概就是这3个国家。其他它基本上，即使它在国会有高门槛，可是当国会这一关过了，在所谓公民的部分，它是以简单多数的一个公民复决。可是台湾不一样，台湾定了2个超高门槛。我举2个例子，一个是德国，德国基本上它是要通过2院国会1/2的国会议员的同意，然后它不用经过所谓的一个公民复决。但是日本呢，它是2院2/3的国会议员同意，但是它是简单多数的一个公民复决。所以不论是在门槛当中，从来没有像我们所谓的4/3几乎只要有一个政党不同意，可能那个案子就一定不会过。所以刚刚尤院长他其实他担任院长，其实他说真的，他非常希望在这一次的修宪委员会的过程当中，可以有所突破跟进展。第8届我也是修宪委员会的委员，但是那一届即使有修宪委员，然后也提出了我们所谓的18岁公民权，大家最大共识，最后还是没有出修宪委员会。所以就这样，我们所有的讨论就完全从头开始。第9届就像罗所长所说的，第9届我们没有成立，因为当时还没有凝聚到共识。现在是因为又有大家重新的共识，所以在这一次我们成立了修宪委员会。所以我们希望的门槛一定要修，如果门槛没有修的话，真的就像所长所说的一样，我们现场所有的青年朋友20年后变大叔变大神了，我们还是一样在这里讨论。所以这是完全违反到民主的一个法律。那大家就会说，那你降低门槛会不会变成修宪过于频繁？大家放心，修宪它是要有共识的，没有共识它是不可能可以成为一个共同的议题，所以绝对不会所谓的修宪过于频繁这样的一个状态。那现在又谈到说，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立委席次。这个立委席次我们都是当事者可能大家都会觉得比较敏感一点但其实在立委席次，从过去到现在也有说哇113席刚刚好，因为过去也是民进党所提的要减半运动，但是大家有人说，可是2014年我们的主席当时候就是苏贞昌主席，现在的苏贞昌院长，又有说这个好像113席好像又不够，应该是从我们不分区所谓专业的一个领域当中，是不是来做一个调整？这就是一个时代的改变与变迁。就是说，在当下，我们认为113席是够的，225席超过了我们大家的一个标准，因为那是动审，所以有225席。那但是经过整个时间的改变之后，好像大家觉得说113席在各个委员会，我们有8个委员会，每一个委员会是不是过少的立委就可以去主导一些法案？大家就开始在深思这一个议题。可是当你要谈增加的时候，又有另一派的声音说，那这样子立委
这个都是我们人民的纳税钱，那这个又不会又影响到我们的一个权利跟我们所谓的立法院过度的一个扩张。所以我觉得这个议题其实立法委员的席次可以再凝聚更多的共识。那我是认为说，从过去现在我们是并立制，那我们怎么可以让小党有更多的发挥？是不是可以改为我们德国的联立制？那但是联立制的说真的计算方式比较复杂一点，可是让小党更有发挥的空间，让大家在这个所谓立法院的一个平台当中，有不同的专业领域，有不同党派的声音进入到我们的立法院来，这样子其实是我个人，我无法代表政党哈，但是我个人我是支持的，好，因为我觉得本来立法院就是要让它有很多不同的声音在这里面，才能代表不同的族群与不同的专业，所以我想在这个区块，我们希望能够在这2个范畴里面，研拟更成熟的一些法案跟提案，能够真正进入到我们的委员会里面，修宪委员会里面，因为我本身也是修宪委员会的委员，那希望能够在委员会里面得到更多的共识，起码我们希望18岁公民权一定要过。可是刚刚我们这个玉某所说的，如果过了之后，大家没有凝聚到共识，我们的门槛过高，没有办法达到我们整个9655333人这样的标准，怎么办？那如果如同说的，公投是18岁，那如果再增加要1000万人，我们有没有办法达到这样的标准？如果通过了立法院，结果在我们的公民复决这一块没有达到，那是不是对于我们在整个民主，是不是又有一个大挫败？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后续我们真的要去共同面对的。但是我们有信心，玉盟所说的，在我们自己的选区当中去做成一个运动，我们绝对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有提18岁公民权的这个区块，那我们希望能够看到18岁公民权，就如同院长所说的18岁公民权跟降低门槛，希望在这一次能够真正突破。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廷飞委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廷飞委员的立场是支持把这个立法修宪门槛给下降，也希望说未来在修宪委员会里面有这样的提案，并且能获得通过。接下来我们就请时代力量的邱显智委员。谢谢赵丽哈黄董，然后各位委员、玉盟老师以及各位团体的伙伴和各位来宾，大家午安，大家好。那这个问题，我是实力的修宪的代表。那所以，但是我一直被问到这一题的时候，我都觉得有点百感交集啦，因为在我大一的时候，1995年入大学的时候，宪法是一个非常非常夯的，就是说一个90年代，然后修宪的议题蓬勃发展，不管是说讨论中央政府体制啊，不管是说类似这一些这个机关的安排等等之类的，那刚陈廷辉委员讲到说，德国的这个修宪，它的门槛就是德国的国会1/2多数决定这样子。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很感慨，就是说我国的法律许多民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等等寄受德国，那就是说德国人在看待宪法这个问题，或者是说他的基本法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就是把他认为说它是一个法律案，这没有什么不同，就说 Gesetz 法律叫 Gesetz， 宪法的法律案叫 Verfassungsgesetz 一样，它就是法律案。那法律案本身，只是说宪法它规定的一个基本的架构啦，所以叫做基本法。那就跟老师讲了，就是说它2个部分，一个就是机关的这个权力分立的架构，一个就是基本权利，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其实是最重要的是那个基本权的人权的保障的那个部分嘛。结果你把它弄了一个超高的门槛，在2005年之后，妨碍了这个宪法学整个在社会上或是在法学院的这个发展，然后就是说，
一个没有办法达到的门槛之下，当然大概刚刚讲愈来愈无趣味啊嘛，好，那有没有这样的必要性？完全没有。为什么？因为它跟法律一样嘛，哈，比如说这个李桂敏委员担任召委的司法委员会，因为我自己是法律人，所以我虽然在交通委员会，几乎我每天都会去司法委员会嘛，哈，你可以看到有一些民法上面的规定，包括现在18岁公民权这个民法12条，天哪，它是民国19年、18年定的，好，然后这个超过利率20%，好，没有请求权。这个也是18年、19年定的，天啊！那么快要将近100年前的东西，现在利率才多少？哦，那你约定20%的利率还得了？这本来就是需要去修改的。那时代一直在改变嘛，哦，那你的法条也是一样，你都没有去改，去与时俱进的话，它当然没有办法符应这个社会的需求。那就变成这个一个应然，叫做 Zoran 跟这个 Zai 跟这个实然中间一个很大的落差。那其实台湾现在的宪法的状况，其实就是像这样的状况，一个法律上面的本文虽然经过7次的修宪，把它弄在增修条文里面，但是不管是说你要说一起个大的衣服穿在一个小人身上，或者是说这是一个龙的宪法，或者是怎么样，总之就是这个。规范面的应然跟这个实然面是搭不上的，哦，那宪法130条这个18岁公民权就是一个例子，130条就是规定20岁，天哪，全世界快要独步全球了嘛，好，甚至刚刚老师也有讲，这个已经18岁都已经很落后了，奥地利跟巴西都已经16岁就可以投票了，好，那你18岁公民权这个在欧洲。在68学运之后，70年代已经全部人家都改了，所以你可以看到，有时候芬兰的总理，我30回来做总理啊，奥地利弄起安内嘛，所以这个实然跟应然已经搭不上，所以就这个部分的话，实在是不应该再定一个这么高的门槛，让那个修宪都没办法来进行。那实例的版本就是说。就是说，本来是3/4出席3/4通过嘛，这个太高了那我们希望把它改成2/3出席的委员2/3同意，这个都已经很高了啦但是基本上就是说，我们也没办法接受像德国这样的状况。那再来就是公民复决的部分现在是规定说，哇，出席这个选举人数的1半同意965万票就至少900万票以上。那我们希望能够。把它改成说，至少以这个选举人数的1/2，然后它的1/2的1半同意，因为简单多数的话，恐怕大家又觉得说没办法这个接受或者是怎么样，但是折中的方式可能是用这样的方式，那就这个出席那个已投票权人的1半，然后在这个1半的1/2，大概400多万，可以去通过。那只有当因为其实。立法院的法制委员会，立法院的这个法制中心为什么他会提这个意见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无奈，因为他提了各式各样民法、刑法、刑事诉讼法各种的这个参考的意见嘛那表示什么？表示说那个法有在改变，有在变动，所以需要这个意见那这个法制中心，他到最后他就会觉得说，哇，你哪些的修宪的门槛没改变的我去谈说。在现在这个时代，那其他的这个宪法的议题要不要去做改变？是也干嘛讲仅徒劳嘛？那研究宪法或者是说对宪政问题比较有关注，从90年代到现在，是不是有很多各项的面向需要去关注？需要去讨论？当然是啊，非常非常多因为台湾的人权的状况，老实讲，那是以我的。角度来看的话，是很不好的。最近2公约的第3次审查，就是说2013年1次，2017年1次嘛，国际专家，2020年又要1次，3月又要来的。昨天我才跟2公约盟开一个记者会，你让看到讲，包括咱台湾的这个破迁的问题，那这个公共征收的问题，包括现在外籍移工的问题，我们现在。每一位就是说很多了从菲律宾来到台湾之前，都已经签下了台湾的本票，然后再送到台北地院，其实都是同一群人在做。那比如说
邱和顺案、王信福案，很多的死刑案，然后他基本上也是一个冤枉的状况，但是求诉无门嘛。好，所以如何能够去把这个修宪的门槛打破，好，然后让相应的我们真的在这个社会上很需要去讨论的这一些宪改议题、修宪议题、基本人权的问题，能够进到这个修宪议题的讨论，并且引起公众的注意，哦，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迫切的问题。那最后再讲一个，就是这个小党的问题啦。我这个应该是怎么讲？就是说，我不知道是怎么去讲。现在是立法院的这个席次是113席，好，那其实每个委员会大概才十几个，这个8个除以8嘛，哈，那就是10几个立委嘛。那你会常常会发现一个状况，就是说，譬如该法案，哈，如果他这个需要更多的时间去谈论的时候，哈，到最后结果就会剩下没有几个人在讨论。为什么？因为还有很多事情，好需要这一些国会议员去处理嘛，包括选区的压力，包括这个选民等等之类的。所以你看，像那个国民法官法，好，当你开到审查到11、2点的时候，都是在场就不会剩下几个人。那这当然是对这个国家的发展是很不好的，因为很多事情是需要非常集中密度，然后甚至比较精细的去讨论。好，那比起来的话，我们的这个席次，或者是说用这种所谓的并立式的，这是非常非常不好的，没有办法及时的反映那个深刻的这个民意。好，比如说实力得到了110万票，结果用这样的制度的情况之下，才得到3席。好，那你说时代力量有一些主张，像居住正义、现在的实价登录，这个也许在社会上也有不同的意见，当然。就是说你的主张，包括这个公共征收，我们认为说应该废除区段征收，应该要这个实价登录，应该要囤房税等等这一些比较偏社会性的主张，当然会有不一样的意见呐。但是这个意见应该是在整个社会上里面，还是应该要有某种程度的代表性，它不应该在这个选区的选制的这个影响之下，搞到最后100多万票。然后能够只分到3席的比例。那如果德国的话，非常清楚，非常简单。德国的国会这个 Bundestag， 它就是600席的话，德国绿党得到10%，它就是分配到60席。好，所以它的席次能够反映，它在国会的席次能够反映它在第2票，也就是政党票能够得到的这一个真实的比例。好，那用这样的方式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向了哈，当然就是说这个议题太多了啦哈。那希望就是说真的，大家各党派哈能够最应该要处理哈，就是说应该是这个修宪门槛的这个问题。如果这个修宪门槛到最后真的没有被修改的话，恐怕下一次的修宪又要再等15年。好，谢谢。谢谢显智委员。所以时代力量立场也是支持调降这个修宪门槛，国会的门槛从双3/4改到双2/3，公投门槛从总投票人次的1半变成双2/1的门槛。接着我请国民党的李桂英委员。主持人，我们各位与会的贵宾，还有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年轻朋友们，大家午安，大家好。我刚才呢晚了几分钟进这个会场，为什么呢？因为刚才我就像显智委员讲的，我们刚才还在委员会里面为了2个字奋斗。显智委员看到我进来的时候，还跟我讲说：“哦，你这么快，你知道？”那事实上呢，我是从红楼那个302小跑步跑过来的。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形呢？我先跟大家报告一下，因为这个跟我后面的要讲的是有关系。公署，也就是刚才显智委员提到的，我们目前有很多法定的规定呢，它规定的时间呢，距离现在已经非常遥远，民国10几年，民国30几年。公署
是什么意思？它代表的就是衙门。可是刚才我们在委员会里面这2个字，它都没有办法过。通过法律的提案，它跟门槛其实是没有太大的关系啊，因为只要你有过半，你就可以通过。那我们看到，即便是公署这么八股的一个用字，它都过不了。就不要提刚才显智委员讲的，在国民法官法的时候，它也只是法律的修正而已。但是呢，在野党的声音，执政党完全听不进去。朝野协商3天3夜，再加上表决2夜3天，同样强行通过了国民法官法。我跟显智委员在里面对于国民法官法应该适用的范围，我们跟执政党有截然不同的看法。也就是说，国民法官法在今天呢，它适用的是只有10年以上的刑案、重大刑案。可是我跟显智委员还有我们其他的在野党的委员，我们认为，如果今天要人民真正的参与这些的案件，应该从哪一些案件参与？应该从人民深受其害的案件参与，包括了什么？像陈椒华陈委员提出来的环保的案件，像人民感受很深的税务的案件，以及其他林林总总的行政裁量的一个案件。因为我们看到在行政法院里面呢，大部分的案件都维持行政处分，原来的行政处分。所以这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呢？今天重要的是，是不是对于一个事件，我们大家百姓之间呢已经有形成共识？如果还没有，你就没有办法能够让这个东西呢能够推动得了。其实今天与其是我们委员坐在这里，其实我觉得我们应该坐在台下。为什么呢？因为立法委员是代表民意，他应该在立法院里面反映民意。民意他所显示出来人民要什么，这个是应该委员秉持自己的一个专业，跟人民沟通过之后，然后能够让人民真正的期待能够落实。我其实一而再再而三的说，在民主宪政的今天，谁是国家的主人翁？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翁。可是我这句话刚才在委员会里面，在司法院秘书长的耳里，他听得很刺耳。我提到说，其实所有的不管是公务人员，都是应该为人民服务的。那他说，公务人员都很辛苦，其实我也认同公务人员很辛苦。也因为公务人员很辛苦，所以我们今天任何的规定都不应该套用一些官僚的字眼，让这些公务人员污名化。今天我来到了现场，其实我蛮高兴的。我刚戴着眼镜看了一下，真的有很多我们年轻的朋友们。我觉得年轻的朋友们这么关心我们台湾的一个政治，关心我们台湾的一个宪政体制，我觉得这彰显了我们有年轻朋友的支持。我觉得将来我们能够把台湾打造成我们所有年轻朋友所期待的。好，我虽然不能够代表国民党对于修宪的体制来发言，但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国民党一直在改进。它虽然是一个100年的老党，可是它一直在改进。我举个例来跟大家说明一下。其实在这个会期的时候呢，还包括上个会期，对于修宪的议题，因为我们知道尤院长呢希望对于修宪的部分呢能够成立修宪委员会，然后能够进入实质的讨论，所以其实国民党就一直在准备当中。如果大家记得的话，在监察院院长行使同意权的那个当下呢，其实国民党内部已经讨论了对于废考监的事情是不是应该要废。国民党也持续的在做民调。
那为了避免有偏见，所以国民党是委外来做这些的民调，让民调的反应。可是我们也不是只有做一次民调，为什么呢？因为你不应该先有结论，再用民调去支援你。所以我们做的是持续的民调，我们去观察，根据时间点上面来讲，它民调上面所显示出来的是有变化还是没有变化啊？那因为今天的我们这一场是不讨论废考监，所以我就先不把这个我们做持续民调的一个结果呢跟大家讲。但我要提到的是什么？从这个上面来讲，国民党对于修宪的议题呢，它是持开放的态度，也就是说，并不是为了政党利益已经有了个定见，已经有一个决定，然后要去找理由来支援已经做成的这个决定或定见，没有。所以到今天为止，就我所知道，我自己也是国民党在未来的修宪委员会里面的委员。那我可以跟大家讲的是，国民党对于任何跟修宪议题相关的，都是采取开放的态度。我们要看民意对于这个议题它的倾向是什么样的一个倾向，然后我们会希望透过民意的反应之后，形成我们内部的共识。我们希望把正确的民意呢，能够反映在不管是修宪也好，或其他法律案上面来讲。那我要提到就是说，我还是要举我刚才在委员会上面的例子。我刚在委员会上面在讲侮辱公属罪的时候呢，我说把这个东西废掉，为什么呢？因为你公然侮辱已经有公然侮辱了，你不需要再一个侮辱公属罪。但司法院反对，司法院反对。那我就请教司法院说，那你知道到目前为止这个案件有多少？秘书长讲不出来，他说他们还没有查。我说，奇怪，这个法案其实提了已经很久了。那你在下结论之前，不难道应该有一些数据，有一些实证，你才会做结论吗？但不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他先有结论，再去找理由。我觉得这个不会是一个正确的一个决策的过程。所以，一个正确的决策过程，应该是采取一个开放的心胸，不要对任何的议案有排斥的意见。但是在过程当中，也要戒慎恐惧。为什么？因为毕竟修宪它跟修法是不一样，任何的一个决策做出来的结果，它是绝对会有影响的。那另外一点呢，我觉得除了提到这个国民党的立场之外，也就是说我们对任何的议题其实并没有排斥，到目前为止也没有说一定要或者非要不可的一个情况之下都没有哈。但是有一点非常重要的，我觉得就是共识。如果没有共识，它只是另外的一个议题，让台湾继续撕裂跟对立。我们从莱猪的议题上面，其实本来修宪委员会在这个会期是有可能够选出召委，能够继续讨论。可是为什么没有？因为我们看到了，对于莱猪的议题，已经把立法院搞得这个分分裂裂了哈。但是你讲说宪法上面保障人民的健康权，这个不是已经宪法明文规定的东西吗？宪法明文规定的东西都能够不去执行，那我们今天天天要讲说我要改这个要改那个可以，但是其实更重要的一点是说，有了之后我们就应该要去落实，应该要去执行，不是吗？好，那提到立委席次的部分呢，我很坦白的讲，因为其实在中午的时候呢，我也有幸跟几位的这个与会的贵宾呢沟通一下。我个人的立场上面来讲呢，我觉得就像刚才前面几位委员有提到的，立法院因为它是一个民意形成的一个机构，原来的设计上面来讲呢，不分区，它应该是着重在它的专业。区域委员呢，他是对于选区反映选区民众的一个需求。那其实现在来讲，其实你会看到，就是像我刚才跑来跑去，那发言的时候呢，也是很气喘。为什么？因为你就是跑完之后还没有办法平顺。他表示了一件什么事情？
立法委员的工作呢，其实是工作量其实是蛮大的啊。但是适不适合增加额外的一个立法委员的席次，同样的，我觉得应该要回归到老百姓怎么看。从我们目前上面来看的一个情况显示呢，我们虽然认为其实立法委员工作量太大了，应该有多一点人来分摊。可是当我们在做民调的时候，民调又对于立法院其实是很反感。所以当你在讲说这个立法委员的这个席次呢，你要增加的一个情形呢，那对于民间来看的时候，他们觉得说，哎，这些的钱都是由纳税人的钱来支付的。我今天支付这个立法委员的钱，我们是希望他对国家有他的贡献。在目前为止，我们看到民调上面显示出来的支持这个立法委员席次增加的，好像并没有那么多的一个情形。所以同样的，对于这个立法委员的席次，是不是应该要增加的情形呢？我也暂且在这个阶段，其实我暂且也还没有一个定论呢。那当然可能大家觉得很失望，但我反而觉得大家不要失望。为什么？就是因为没有定论，所以他可以接纳各方的意见。我们欢迎所有对于修宪议题有建议、有想法的年轻朋友或者是民众，随时给国民党您的意见，我们会汇整你们所有的意见，最后呢，我们内部会做一个讨论，然后希望这个意见呢，的确是能够符合我们全民的需求。所以以上跟大家分享这些的目前的一个状态。那么也谢谢主办单位的邀约，谢谢。谢谢贵民委员。所以看起来国民党目前的状态是还没有定论，以及保持开放的态度。那接下来我请民众党的张启禄委员。好，谢谢赵丽。好，那我们 Nowadays 的黄董事长，还有各位与会的嘉宾，大家好。好，那个我是民众党张启禄。好。那我现在就是因为时间非常有限，我就很简短的赶快报告一下。其实当然我自己很荣幸在这一届的立委里面其实也有参与了这个就修宪委员会。那我想这样子就我们民众党这边其实这个修宪的主张非常的明白，就是3大主张。第一个主张就是下修公民权至18岁，第二个主张就是废除考监，第3个主张就是调降修宪门槛。好，我想我们民众党其实也很荣幸因为其实从上个会期，虽然我们是第一次进入立法院当时我们就提出1宪2法的这个修宪案，所以1宪2法其实它最重要的目的，也就是下降公民权至18岁，直接修改这个宪法本文中130条关于这种公民权的年龄限制，然后呢，未来在这个选举罢免法里面，就2个选举罢免法里面，再去直接就是让这个我们的公民权直接可以下降到18，所以其实这个主张我们等于是从上个会期就一路就是倡议到现在。那我们也很高兴，就是游锡堃院长他非常乐意的去接受我们一个这样的一个主张，那也促成了这一次这个很不容易的这个修宪委员会的这个组成所以我想这个本来就一直就是民众党这边的核心的一个主张。那关于这一节，因为我们这一个节次主要是谈这个修宪门槛跟席次的问题那我也直接报告一下，民众党这边其实在这个降低门槛这个部分跟前面几位特别是像跟可能我们时代力量这边其实是非常的接近我就直接先报告这个主张。这个主张很简单，就是我们现在是1/4、3/4、3/4，那我们就建议就是修改为1/4提案，2/3这个出席，2/3的这个通过，在立院提案的部分。那另外的话，到了公民复决的这个部分的话，也是一样，就是因为我们现在鉴于说，整个所有这种900多万，实在是根本是一个天文数字，也不合理那我们大概就是建议，就是说，就是全部的这些公民的一半有出席来投票，那1/2的多数通过，所以就是双1/2的这样子一个门槛。所以大概除了就是说。大概这也就是我们整个作为降低门槛的部分的直接提议的主张。那另外我再报告一下，就是说我们也正在研议中，其实我们是不是只有这一条路来进行修宪？是不是只有这一条路？我们也有现在正在内部在研议，就是说所谓的就是说是不是有公民版？就是说我们自己公民如果经过自己的联署，也就是超越，就是不是只是立法院这边的提案，
也有公民自己，好，就是透过多少连署之后，那是不是能成案？成案之后进入复决，好，大概是这个概念。就是说，我们现在也在研拟这几个版本，哈。那当然，因为也要报告一下，因为我们是一个小党，哈，所以其实一路走来，始终是非常困难的，哈。因为我们不管要这3大主张要去成案，其实目前我们在这个修宪委员会中，唯一就是经过连署已经有真正成案的，就是18岁这件事。那废除考监这件事，我们还是在争取我们的同仁去联署，但是可能我们是小党也比较困难，还没有联署成。那另外的话，在这个降低门槛这个部分的话，我们的版本也是会即将就会出来哈。那当我们研议完，所以其实在这些几个面向上，说实话哈，我想民众党这边的主张是非常清楚，好，也是直接就希望就是说。我们能够朝向一个真正把我们这个宪法就是尤其在这一次难得的一个历史的机会之窗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是不是就是说，就有点像刚才尤院长已经在这边讲的，他如果是说大家认为说降低公民权这个是一个朝野之间比较大的共识，那如果说他能够好像可以跟这个就是降低门槛这个部分，到时候一起就变成是包裹成一个案，就是说在到时候这个复决的时候呢。能够去就是也是借着就是9合1大选的那个机会去通过，那这是可能是我们现在目前最有展望或者是最有机会的一个发展，那当然在这里面我还是要提出一个，就是我们民众党这边也有为了这件事呢，也会就是说跟这个提出一些法案的配套，为什么因为就算是以目前的制度，我还是要报告一下，就是说在复决的这个部分呢，其实我们并没有。真正从来也没有复决过一次，我们常常可能以前读宪法的时候说，我们有这个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可是我们还真的没有复决过，甚至我们连制度都没有。所以现在目前大概各位可以想象的就是，他就是要用公投法，可是也要报告一下，公投法之前的修正已经把公投跟大选脱钩了。好，就说如果我们真正要公投的话，就是明年的8月28号礼拜6。所以这是完全是达不到不可能的事，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连修宪委员会在立院这边都还没有正式的这个运作，怎么可能明年8月28号去所谓复决？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地方也就涉及公投法自己本身是不是要有修法？好，那这个地方我也报告，就是我们民众党这边也已经提出公投法本身的修法，好，也就是公投法23条。我们就是说，在这个地方我们要放宽一个概念，就是说，让到时候公投的这个部分呢，它可以呢，如果是有这种修宪的这种提案的话，它也可以去公投。也简单讲，也就是什么时候？也就是说，我们22年的9合1大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搭配这样子一个公投来复决我们这一次的，如果我们能够从立法院走出来的这些提案。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其实我是要报告，就是说，其实有很多相关的事情。都还是需要有跟很多的制度上的这个搭配，好，那我想我们民众党这边也尽量的去负责任，就是说把这些可能会碰到的机制上的问题，就是法体制上的问题，我们也一并进行修法，好，那提出我们这样的3个大的主张，好，那当然其实中华民国这个宪法其实我们也直说其实我自己以前在学校教书其实政治学我也教过，其实呢。碰到这个宪法的这个部分的时候，确实它是很多的困难。为什么？因为这个宪法本身它就是一个大中国架构下的，其实是不是它有真的适用过？其实真的，它就算在中国，它本身也没有被适用过。那其实就拉到台湾，那进入了台湾，当然我们有我们的整个政经发展的这个过程，其实也一直在适用上是超困难。就是说，有人形容它是穿着一个破衣来补这个破衣，其实它本身这整个。宪法的这个体制，对于台湾真的这个政治经济环境社会的变迁，其实它都在适用性上其实都出了很大的问题。其实我们现在也只能说是很勉强的，在这样子的一个有问题的架构下呢，我们进行一点点缝补。那所以其实它内部的问题还是很多的，其实这个工程是艰困的，我还是必须这样讲。那当然其实刚才像罗老师也有提其实到底一个宪法的这个概念是什么？它除了政府体制之外，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其实就是人权专章。好，其实这个我也愿意再次补充一点点。为什么呢？因为关于这个部分，其实我们并不是做得很及格。好，其实我们国人多数都觉得说，我只要能投票，我就自由民主了。可是直白的还要问大家，其实我们真的只有投票的这种政治上的自由民主吗？真的，各位，你在社会上、在经济上，你是民主的吗？你是自由的吗？你是公平的吗？
其实这都未必能达成。其实我们还有很多的所谓的社会经济的权利，我们并没有有效的达成。好，比如说最近才开始在讲这种居住的正义、打房的这个问题。哈，其实它就是显示，就是我们在座都是年轻人，大家都知道，今天你在台北市，如果你是受薪阶级，你都不用想要买什么房子这件事情，它本来就是一个高度的不正义的事情。那是不是这也本来就是应该是一个人权的保障，是一个社会经济人权的保障？那这些点上，我们是不是有说得很清楚？我们现在只以为说我有了投票权，我就被保障了。抱歉，不是。其实你的社会经济人权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保障，所以这个地方其实还是我觉得是值得我们去深思了哈。那另外一个话就是说，谈到就是说关于这种席次的分配哈，就是这一次，当然我们这一节的主题还有谈一个席次。当然，我也必须报告，其实，在席次上，目前绝对不是一个公平的制度。好，其实我们与其在谈席次的多寡，但是我必须把它拉回来一点，跟各位报告，我们应该问这些席次有没有真实的代表性。好，我必须这样子讲哈，我们在我有时候会这样形容哈，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上一次的选举里面哈，比如说以民众党为例哈，他是在全国不分区的这个政党票里面是得了11.22%，那我们也只有5席的立法委员，这个跟刚才我们邱显智邱委员讲的情况是非常接近的。如果这个制度是采取的是比较接近像是德国的这种联立制的话，民众党应该要有将近13席立法委员才对，哦，因为他有11.22%的这个得票的比例，好，它应该是要有几乎13席。就是我们在现今这个制度下，像民众党这种小党，它直接就被剥夺了8席的立委。好，我们现在只有5席，等于说在现在这个制度下，这个并立制下，我们直接就被剥夺了8席的立委。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目前的这种所谓并立制的这种单一选区2票制这种制度下，其实它还是基本上它是接近的，就是说它是对于大党有利，好，它还是对大党有利。对于小党的这种不管它能不能生存或者这些，它的影响都是很深刻的。所以而且它也比较没有办法真正具体的去反映出民意。好，那所以今天是不是我们还是在这个修宪？当然这也是另外一段哈，就是说有这个机会把整个制度上也调整的，因为比例代表制的精神还是比较符合就是选票跟席次之间的这个对比关系，就是它能够以一个等比啊，就不会是造成说我有选票，但是我没有席次。我有选票没有席次，其实现在的问题就是这样，就是等于说是大党通吃，好，那小党几乎没什么生存空间。好，那当然我是觉得说，一定先是要确认了这个问题之后，才能够到下一个层次，就是说，那到底席次上是不是该增加或怎么样？因为这样才更合理。好，就是说你今天席次上的这个问题的话，当然我们现在可能113席，又有人觉得太少，当时的225人家觉得太多。所以其实我们怎么样多增加一些，好，可能我自己的建议会是比较是在这个不分区的这个块状。那因为不分区的这个立委终究是比较能够以所谓的就是说可能它是以这个社会上的各族群它比较可能社经上的这个代表的意义来进来的那这样子的话，可能是可以更反映一个所谓这个多元的这个声音跟意见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区域立委，我直白的说太辛苦了因为我有时候觉得我们现在的区域立委，尤其像我自己住在南部，我几乎看到他们是每天南北的通勤一天在高铁上可能就要3个小时，他们又要在这边问政，又要选民服务，甚至也有人说现在很多的区域立委的这个已经不是在当区域立委，他几乎就在当里长的概念其实所有的大小水沟断了或者什么路灯不亮了，也都是他的工作。所以其实这样子的状况下，到底真正的这个立法院的问政品质跟专业度会不会够高呢？这个大家就可以去公平了嘛所以我们是不是在这个席次上增添一些当然我是认为可以是增添，尤其是在这个不分区的这个立委的这个席次的这个部分，增加整个立院的这个专业度。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它的调整反而是应该是在可能是我们目前从这种所谓这个并立制，应该要往这个更这个比较能够符合票
就是选票跟席次等值的这种联立制的这个方向前进哈。所以这以上大概就是说我当然也是说很荣幸然后有机会参与这一次的这个修宪工程哈。那我们也最后还是期待就是说在这难得的这个历史机会里面哈，我们想就是说各朝野能够形成真正的一个共识哈，来做好这个其实这就像刚刚尤院长讲的哈，我们至少希望也要有个60分哈，真的这个机会难得，而且以后可能你要再看到也不太简单，所以那是不是能够往这个方向做？从降低18岁门槛、废除考监，还有这个降低修宪门槛这几个大的面向上，能够朝野寻求一个共同的努力，把这次修宪真正做好。好，以上谢谢。谢谢齐鲁委员。所以针对修宪门槛部分，民众党态度也是将国会的门槛降到双32，以及公投门槛从选举人数的1半到双21的这个修改。那针对这个需要高度共识的修宪工程，现在4个党的态度已经非常的明确。那先不要管说我们接下来的修宪能不能达到60分，就现在各个党所表达出的态度有没有60分？我是不是请另外一位年轻的代表博翰来跟大家说明？喂，好 ，OK，其实我不太敢打分数啊，因为我毕竟也只是代表一部分的青年而已。那我其实试着就我所听到的一些意见，然后来对于今天几位委员的一些回应做一些反馈。好，首先我想先去确认一下今天的主题了哈。我们这个尝试的论坛主题叫做修宪门槛与立委席次，这两个绝对不是截然分开的东西。结果今天其实几位委员在谈的时候是把这两个部分分开谈的。席次讨论归席次讨论，门槛归门槛，但今天大家都忘了一点，当初怎么会去决定这个门槛，其实跟席次的产生计算是有很大关系的。今天中午游锡堃院长有讲，为什么今天会有这么高的门槛，是因为当时在2005年我们决定了采用并立制，采用单一选区2票制这样的制度，而为了防止单一政党能够非常容易的拿到非常高的席次，通常最大党在这个选制下，最大党很容易会拿到很高的席次，而且是跟他的得票率是有很大落差的。为了防止单一的政党能够控制对于宪法的一个掌握，所以我们必须要用相对比较高的门槛3/4来作为它的一个条件。刚刚停波委员有提到一些各国的一些状况，其实我们仔细去思考，为什么德国会选择用比较相对低的？欧洲大部分国家为什么选择2/3？原因是在于说，因为很多他们的选制让他们政党其实很难，就连1/2都未必达到了。所以他们其实用2/3其实就可以来去体现出一个共识。所以我认为说，在讨论修宪门槛之前，其实我们必须要花更多的时间去讨论说，我们目前的选制到底合不合理，到底能不能合理的去反映说我们的民意。我举最近一次2020年的国会选举的结果来看就好了。我们看到最大党我们的民进党拿的不分区的得票数，其实跟他实际的席次率落差是最大的一次，是从单一选区2票制之后最大一次，落差高达20%，对，落差到20%。所以在选制有没有改变需要？当然有。而有在选制上面去做改变之后呢，我们再去讨论说我们要用什么样的门槛，那基本上才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进程了哈。好，那那我既然讲，我刚刚既然讲，就是说，那先讨论席次才会讨论到门槛问题。那席次的部分，我们认为说，其实普遍，我觉得青年世代都有一个绝大的共识，就是说要能够合理，就国会其实要合理反映民意。那其实就有一些条件啦，就刚刚其实时代力量也好，或是民众党也好，都有提到说，用联立制或许是个非常可行的方式。那其实还有另外一种复数选区，其实也是一个蛮有可行性的，甚至它是让一个青年参政，它的门槛是一个未必比较不会那么高的一个选制。好，那讨论完选制的问题之后呢，当然会讨论到选区规模。我目前的选区规模，我们是一个选区大概就是有时候是一个县，甚至就是一个立委选区，这是非常大的。有的可能是4、5个区，是一个4、5个乡镇是一个选区。到底这个调整合不合理？我觉得也是必须考虑的。那再来就是说，关于它的选法到底是我刚刚讲的是要计算方式怎么样的，这其实都可以在讨论的地方。对，但我们在这一次就目前的状况来看，可能是才刚开始啦，就是各政党其实针对于这块琢磨，其实还相对比较少的。好，那最后
其实还是要回到我本身的一个观点，因为我看时间好像也差不多了。对，就是说，基本上我们一定要去考虑说，我们的立法院它是怎么样去反映民意，我们再来去做针对门槛来做调整，才是一个比较可行性的方式。对，那针对于这块，我相信不管是像今天的青民协，或是今天台学联以及各大学生会，或是我国民党青年团体都一直尝试用各种方式，把这样意见反映给立院，然后把这些意见呢，传输回去到社会。但毕竟我们的能力还是有限，我们面对那么高的门槛，我们要怎么去突破？其实还是要仰赖说每个政党、每个委员的一个协力、一个帮忙。我蛮认同日盟刚刚讲的，每个立委，特别是地方立委，你要登去你家己选区，面对你的选民，甲大家讲讲，咱的这个修宪是有可能的，大家共同也行出来。然后这样子，基本上对我们的国家才是一个有办法推进的改变的一个可能。好，以上，谢谢。谢谢博翰。抱歉，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可能没有办法留时间再跟大家现场来活动。但是呢，可以看得出来说，大家对于修宪门槛这件事情，理论上应该都认同它的重要性。那非常感谢这次 Now News 给我们这个机会，能够讨论这个看起来深色但是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当然更感谢现场各位的参与。这次的修宪到底可不可以如同尤院长说的达到60分？这个门槛能不能真的修下来？宪改能不能让我们真的有些进度？让我们一起关注下去。谢谢大家。谢谢，再一次谢谢台上与谈人们的分享。那么，相信在座的青年学子们应该也都在今天的这场论坛当中获得了相当多的资讯。那么，接下来是休息时间，第3场的论坛将会在10分钟后开始进行。主题是当修宪 vs 制宪，台湾青年还有什么其他的选择？那么在我们会场后方备有精致茶点，请贵宾们自行享用。也再次提醒在座的贵宾们，因应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防疫政策，在会场内请记得全程佩戴口罩。使用茶点时，请与其他贵宾维持1.5公尺的社交距离。谢谢大家。也再一次提醒大家，本次 Now News 修宪论坛有开放线上互动留言功能，各位可以扫描在电视墙上的 QR code， 或是直接搜寻 slido.com 并输入活动代码#NowNews2020 进入到活动页面，分享您对于今天修宪议题的观点。留言的内容将会及时呈现在荧幕上的留言墙，也欢迎各位线上线下的朋友多加使用。提醒各位留言务必以我们今天的修宪论坛来为主来进行留言。再次感谢大家，也提醒各位，在今天 Now News 也有准备了贴纸可以来赠送给各位，有需要的同学可以直接至我们的场外工作人员这边来直接做领取。也再次提醒，刚刚在安检的时候，稍早在安检的时候有保管物品的同学，可以至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这边来做领取。那如果有人遗失了个人的证件，欢迎来到老二上线，修宪关你什么事啊？我是主持人汤米。今天呢，现场我们来到世新大学，且跟 Now News 合作啊，一起来讨论一下，用比较轻松啊、比较诙谐的方式啊，来讨论一下这个相对严肃的话题。一个人成年的标准就是18岁嘛，你18岁，你只要犯了任何罪，你杀人、你偷窃，你就是要完全负责嘛，不会再有监护人的问题，你也不是再去少年法院。所以，那既然一个人我们在法律上觉得他到18岁，他就已经是成熟的一个个体，那为什么我们不让他参与我们这一个说民主里面最重要的事情选举呢？英雄出少年不是只有现在，以前大家很熟悉兰陵王听过吧？23岁就打了一个大捷，然后当时威震华夏，大家怕得他要死。现在最年轻的将军是谁啊？前阵子应该俞北辰吧，45岁，哇，所以2倍啊，差不多。所以我们很难想象，但我觉得啦，如果要让整个国家活化起来，确实让这个投票年龄下降是必要的。我如果用成本、风险跟效益去看的时候，多出来了60万张票，投票率假设是65%，那就是38万。多了这38万之后，好，我们会比较重视年轻人的议题一点。可是同样的高龄化一样发生，还是一样是重视老年人。你看他这个制度啊，其实我是觉得非常离谱啦，哈，就是说
考试委员只要他一旦这个总统提名，然后国会同意之后，他再也不用来到立法院去备询，所以他根本监督不到啊。他问题在这里，就是说权力分立的角度，然后行政、立法、司法，对不对？要变成是说权力分立，并且互相制衡嘛。那他设计了一个兄弟我独创的这个五权宪法，天哪！你是学医的，那你到底对这个到底懂不懂？我真的是觉得很傻眼呐。那这种独步全球的，为什么会独步全球？就是因为不应该这么做嘛。考监的职权都有存在的必要，但是适不适合用一个院这么大的一个架构去放这个东西？举个比方来讲好了，假设 7-Eleven 这个大汉堡很好吃，不是业配哈。那这个东西如果很好吃，我们不会因为大汉堡就帮它独立开一个店。那就好比考试院，那监察院好比你这个全家，他可能卖地瓜很好吃，你也不会把地瓜单独出来弄一个店嘛。所以考监的职权都很重要，但是没有必要独立弄一个院，它可以依附在原本它这个出生的地方。这个 app 上面呢，它会把那个热门度最高的问题提出来。然后第一个问题，请问吴峥可以脱衣服吗？拜托。还有打爱心哦。没有，不好啦，身材很好，但是不方便。我感受到这个问题背后的心意，支持。有些观众说18岁没主见的人是不是还活在30年前啊？现在年轻人超猛的好不好？废物！我说这么凶。Now News 第2届的修宪论坛呢，即将要启动了，12月10号9点到下午的4点半请锁定 Now News 各界代表云集，共商台湾未来。大家一定要准时的来关注我们的修宪论坛。